喺柬埔寨有2年多嘅時間啦。記得喺高中嘅時候就有去偏遠地方幫助貧窮人嘅諗法。當時候有一位牧師分享，呢個世界上面有好多需要，好多人活喺戰爭、饑荒入面，而我自己卻生活喺一個物質富裕、舒適嘅城市。天父同樣愛世界上面每一個人，所以我亦都好應該盡力去幫助有需要嘅人。Angel 想留下來嗎？沒帶行李，再留3個月。預備好要留在這裡了，耶！拜拜。喺2015年嘅時候，我第一次踏足柬埔寨，認識到柬埔寨經歷過紅色高棉呢個殘酷嘅歷史。當時候大概200萬人被屠殺，係全國人口嘅1/4。當我聽到嘅時候，好心痛呢個國家嘅人係咁輕視生命，亦都會互相殘害自己國家嘅人。我亦都睇到呢個地方嘅荒涼貧乏，唔單止係物質上面，更加係心靈上嘅貧乏。喺我哋服侍嘅社區，經常都會見到飲酒醉倒嘅村民，一班又一班嘅失學兒童，一整日都喺街上面遊嚟浪蕩。亦都有一啲小朋友，每一日嘅生活就係執資源回收，幫屋企賺錢。呢度亦都好缺乏衛生教育。簡單嘅傷口護理、刷牙、洗頭呢啲基本嘅衛生常識，對呢度嘅小朋友嚟講並唔係一般嘅常識。我哋要花上好幾年嘅時間，每個禮拜持續做衛生教育，先至能夠幫佢哋有少少嘅改變。而呢度吸毒嘅風氣亦都越嚟越嚴重，13、14歲嘅青少年就會開始賣毒、吸毒。而有一啲嘅父母俾小孩子嘅榜樣就係販毒。生活喺柬埔寨，無論喺炎熱暴曬嘅旱季，定抑或喺經常暴雨成災嘅雨季，對於外國人或者係柬埔寨人嚟講，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。語言亦都係我哋需要突破嘅一大障礙。所以喺日常生活、探訪、搞活動嘅時候，往往都要花上唔少嘅精神同埋體力。但係透過我哋所做嘅每一件微小嘅事，同柬埔寨人一齊相處互動，俾佢哋知道佢哋嘅生命係被重視、被愛、被尊重嘅。不只是抄的，你要把你的希望写下来。对，就是用结尾。那首先過到同埋啊，首先係咪？我哋嘅團隊喺柬埔寨有25年啦。我哋所做嘅就好似撒種一樣，需要時間等待發芽成長，需要努力澆灌栽種。教育讓當地人有更加好嘅前路，
鼓勵讓當地人揾返生命嘅價值，陪伴讓當地人可以走出困苦、憂傷。可能要好長嘅時間先至會見到改變，但係有一日就有收成啦。呢個係令人非常喜悅嘅事。好多人嘅生命仍然活喺痛苦、黑暗入面，希望我同你都可以成為佢哋嘅光，將愛同盼望帶到柬埔寨人嘅生命入面。呢個亦都係我一生重要嘅決定，留喺柬埔寨嘅原因。